瑤灣持刀狂徒，隨機亂斬，釀成2傷。保安途人英勇救外傭姐姐。今個禮拜一朝早9點幾喺薄扶林碧瑤灣第47座有個醒目男街坊搭 lift 嗰陣，眼尾立到同 lift 一個22歲嘅孟加拉裔男子嘅褲袋，竟然藏住把刀。呢位街坊臨危不亂，發揮見疑即報精神，一出大堂即刻通風報信，叫保安報警。點知個持刀男行出街之後，突然發難，赤膊上陣，喺屋苑四圍遊走，先追向一名34歲烏干達男子。61歲嘅蕭姓保安員一路尾隨至43座出面，疑兇突然轉向保安叔叔揮刀，嚇到佢跌低，擦傷右手。疑兇跟住轉移目標，死追一個61歲外傭姐姐。姐姐狂奔過對面馬路都避唔開，被疑兇用刀割傷背脊同頸部，跌低落地下。呢個時候，烏干達男子見義勇為，衝過去起飛腳，踢開呢名持刀狂徒。另一位保安員即刻立起掃把擋住佢，另一位保安喺零保護之下冷靜舉手安撫疑兇情緒。一班無名英雄拍住上，終於令個狂徒退後兼放低把刀，成功喺鬼門關救翻姐姐一命。據警方初步調查，被捕嘅22歲孟加拉裔男子持有香港身份證，本身有抑鬱症同精神病記錄。警方制服佢並以涉嫌傷人罪拘捕之後，重案組探員上去佢屋企搜查，發現原來疑兇落樓大開殺戒之前，已經喺屋企對自己養嘅半歲大英國短毛貓下毒手。愛協督察到場證實，貓貓頭部有2處刀傷，其中1處比較深，好在被發現時仍然清醒，已經帶走救治。愛協獸醫已即時為頭部受刀傷嘅貓貓進行手術，好彩目前情況穩定，正留院觀察。案件現已交由西區警區重案組第2隊接手全面調查。社區嘅精神健康隱患真係一個計時炸彈，好在有一班唔怕死嘅保安大叔同熱心途人挺身而出，大家平時出入真係要提高警覺，互相照應，發揮今次守望相助嘅精神。Techline 繼續同你 tag 盡香港至 hot 話題，睇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需要你嘅支持，更需要你嘅消息。有料即爆 ，WhatsApp 報料熱線91060617。